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花家，台语安尼写花家，操持家务，理家当家，台语讲花家。因的大家族也是伊的大家咧花家落手头。阮老母真够花家，甲厝内大细项的家务拢处理甲有条有段。花家的花，花鼎灶，花语的长厨，台语讲花鼎灶。甲你介绍一个，某一间真有名的大餐厅，就是这位总铺师伫花鼎灶。花鼎灶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古一家伙仔的三顿，甲花家的意思真相似。像讲，因兜是因阿爸伫花鼎灶。继续来讲花，因兜拢是因某咧花钱。这个工地是王主任咧花头，这场的活动是我咧花盘。伊脚伫疼，为房间行到客厅，拢爱花壁，啊学起铁马，抢花爱掠好在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花家实在真趣味。